24節氣，自然變化嘅密碼。中國自古以嚟係一個以農耕為本嘅國家，先民們從觀察大自然中氣候、植物與動物嘅變化，逐漸發現咗一年中有規律嘅自然節奏。古人將呢啲氣候變化分成24個階段，稱為24節氣。24節氣唔單止指導農事活動，話俾人伴適合幾時播種、收割、耕作，亦都蘊含住豐富嘅文化內涵。春季節氣，立春，時間每年2月左右。立春標誌住春天開始，花草開始從冬眠中醒嚟，氣溫逐漸回暖。喺古代，農民常意話咬春，其實就係食啲春餅、春卷，象徵迎接新嘅活力同希望。雨水，時間每年2月中下旬，氣溫回升，令到冰雪融化，大地逐漸濕潤，用雨水滋潤大地，萬物生長。喺呢個時候，農民忙住準備春播，會觀察雨水嘅幾多嚟決定種植計劃。